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这两天有一条新闻，讲台南有一个老阿公入去到人的菜园，验准讲是野生的树丛，准啊野鸡入去寄断一支树棵甲5支甘蔗。法官认为讲伊有罪双方已经和解准啊判伊免刑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支，咱同时来看到，这读做鸡的鸡，读过一鸡第3条，有一寡地头读做句。鸡就是一款薄铁仔片做的，外缘有尖起一起，用来切断茶或者是铁的鸡丝，咱讲是鸡仔。另外，插电的鸡仔或做电鸡，也有一款用钢铁做的鸡仔，会当用来切糖、铁、茶甲竹仔，或者是鸡梨仔。另外，同时是用鸡仔来记物件这个动作，像咱讲记茶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记起，这是讲鸡仔顶面的尖起。第二个词读做技术夫，意思就是茶夫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比如讲，阿母讲伊做囡仔时，会去一寡木材行，捡头家用锯起锯茶了后，出来技术夫，捡做一块一块派去卖人，会当摕厝内加赚一寡外路啊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记，有一寡地头腔口读做句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